台南市五市中青会员大会，除了咱市的五市中青参加以外，还有来自彰化、嘉义、台东以及高雄的五市总长代表参加。艺龄兰兰的妈妈也出席中青会员大会，场面热烈盛大。真欢喜，会当邀请到咱的嘉义市吼，咱这个中青会的理事长，因嘛是咱台南人。又伫家己吼，需要有成，伫遐会当做家己市的理事长，咱嘛真欢喜。那么，咱的全国的吼，咱的有信中心的全国的这个会餐吼，嘛是伫11月，伫咱家己市主办，伫咱家己主办，所以讲到时阵吼会盛况空前吼，咱伫遮咱嘛真欢喜。咱今仔日的这个中青会吼，有咱台南市。遮所有中青来遮参加，嘛有阮台东啦、高雄、甲彰化遐，咱有信中青的吼，来遮大家互相来参加这个聚餐。阮今年到11月7、8，伫咱嘉义市府院中学，我们举办全台第48届庆亲大会，希望讲咱所有中青、咱所有朋友，会当到时带着较侪咱的亲朋好友来嘉义市来遐接受阮的款待。活动即天，民政局正副首长也拢到场祝贺，侪民意代表也拢出席相听。咱五市中青会，以咱台南市内底的这个中青共生中青，会使讲上团结的吼。尤其历任的迄个会长，上5次上5会长，伊出钱出力啦吼。咱这中青拢会当共同一心，有哪是这带动咱台南市会当发展的最大的原因，你讲对不对？有大家共同的参与，再让咱无信中青这一个会能够更加茁壮。我们台上的每一个民意代表，都非常支持我们的无信中青会。如果我们任何会员顾问们需要，我们现场每一个民意代表协助的地方、服务的地方，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。很多的社会公益上，他都做了很多的帮忙这些东西耶。虽然其他的中央中青会会就熟悉。看到这个条面，代表咱这个会就是较有感情，有温暖，再来大家会相听会分享，大家就是讲社会出来拍拼，大家当共同安尼手牵手，心牵心，大家合作伙，大家来共同来创造上较好的这个商机。会员大会上也颁发主女奖学金、敬老金以及推荐奖等。理事长吴志祥表示，台南市五市中青会第2届理事长以及理干事无私奉献、共生共治之下，以奠定建设基础，未来更会以企业经营策略模式，形塑中青会，打造具有亮点、活力、效率的中青团队，让台南市五市中青会继续发扬光大，再创会武高峰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